我足介意食台湾的菜市啊，因为啊，台湾菜市啊内底有足单的人情味，嘛是使听到足正港的台语，所以足介意食台湾的菜市啊。来自日本的时尚学马那布桑，即马就住伫咧台湾，当咧学台语。伊定定会去到传统的菜市啊买物件。伊讲，安尼拄啊好会当来练台语。即马安怎卖？一斤120，这是台湾的这个虾米啊，一支叫做虾米，不过一支的虾米较大一撮啦，台湾的这较细细。豆干娘，这是豆瓜子，豆瓜子对无？这是豆瓜子，一支叫做阿布拉嘅。淡水最出名的阿个，嘛是对一支的阿布拉个来的。其实啊，一支甲台语的这菜甲水果的名是较像的。这是红菜头，一支叫做人参，台语有人嘛叫做人参，家己一定爱放这个人参才好食。这是莲雾，一支叫做莲雾。其实有人讲是对台语来的，所以日语叫做莲雾。所以讲台语对日语的影响力嘛是足大的。所以这是在地的，在地哦，去台湾。马那布桑嘛讲，台语和日语有袂少共款的所在，不过嘛有一寡台语的发音是讲日语的人无法度发音的。一个日本人伫台湾学台语，会拄到什么困难呢？教台语的老师又阁是用什么方法来教因教？咱即马就同齐来了解。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主持人嘉豪。讲到公共电视台语台，这台语啊，今仔日这集就是要来讲台语咯。讲到这个公共电视台语台咧，其实有伊的社会责任要来推广到这台语，这一个全台语的频道。不过讲到这台语这两字咧，真侪台湾人会当讲是伊的台语无啥介好，甚至真侪人拢听无哦，甚至唔知要安怎来学。啊，既然讲台湾人台语讲了袂认得的时阵，若从外国人来讲台语，你会想讲，伊是讲了会认得，讲了会好势，是安怎学的咧？今仔这集就要来改变恁的想法。头期先要来邀请到咱的来宾，头一位就是日本的前外交官马那布桑，欢迎。大家好，我是时尚学，日语叫做马那布。第二位要邀请的就是咱台语新闻的顾问，而且是台语老师，欢迎咱的陈金泉。金泉老师你好。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陈金泉。一开始要先请教到咱的马那布桑，就是讲你为什么会来到台湾？这是我一个最好奇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来到台湾啊？其实我来台湾前后差不多是5年啊。我较早的时阵伫咧台湾做工课，即马是伫咧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班内底做学生。我来台湾是因为是我足介意台湾，所以我是要来台湾。哦，你就介意台湾？啊，你我看到迄个 VCR， 你有迄个菜市啊热色的，我感觉你真正内行的哦，就是内行人拢去咧菜市啊买迄个上介青、上介俗，而且是上好的物件。既然台湾的菜市啊，日本嘛共款有市啊嘛，你认为讲台湾的菜市啊，甲日本的市啊有啥物款无共款？我感觉是非常的不共款。特别是市场，若是讲到日本的市场。敢若是规模较大的，比如讲这个我的这个故乡玉国蛤嘛，天滨有一个足出名的这个市场叫做中央市场。迄个所在是基本上是一般人是无法度进入的，是只有这个批发的这个业者才会当进入。所以这点可能是甲台湾的这个市场的概念是小可不共款的。不过可能是甲台湾的这个菜市啊，小可相像的是日本的商店街。咱大家拢知影，这个日本的这个足些所在有这个商店街，特别是这个车头的这个附近的一条街，拢是这个商店。这种的对，这种的所在叫做商店街。我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常常去这种的所在。甲台湾小可不共款的这个活动是，因这种的这个所在，拢有这个韩式的拍马这种的活动，是差不多是下晡的3点左右的这个时间点，有这个特别的这个拍马的活动。所以我记得我细汉的时阵，我的妈妈足
介意去这种的所在啊，即我感觉日本的家庭主妇是足厉害的，因拢知影什么所在、什么时间点有这种的这活动，足厉害的。你来到台湾了，你会发现讲哦，你买的物件，感觉讲特别亲切，就是感觉讲真侪物件其实是台语嘛叫做这款名啊，日语也是叫做这款名，你当凊彩记咧几种互阮知无？有足这个菜呀，这个几节名是非常的小长。比如讲这个柠檬啊，这个梅龙，过来有这个人参，嘛是差不多是同款的这个音。不过另外一方面较趣味的所在就是讲，台语的这个名甲日本的名是虽然是同款，不过所代表着的这物件是无同款。比如讲是天ぷら，天ぷら伫咧日本叫做萨兹玛嘅，是完全是无同款的物件，所以若是台湾人去这个日本这段时阵，爱小可即注意一下。所以就是讲，咱若是用咱台湾的迄个语术去到日本要买迄个物件时阵，无你甲头家摕唔到物件，互你就对啊。对，原来是安尼。你讲到这语言的部分，还请教到咱金泉老师啊，就是讲吼，其实咱台语内面有真侪外来语啊，究竟是为什么台湾会出现这款的情形？台湾自来就一直有接受过外口的迄个食品，所以有真侪外国的语言拢留伫咱台湾。比如讲日本英语真侪。比如讲咱真熟的，就是讲罗赖吧。罗赖吧其实是英语来的。英语转来日语，日本时代是在讲罗赖吧，其实咱台湾的这个罗赖吧，咱的其实就是螺丝架，咱螺丝架，就是加螺丝的啦吼。佮有好事本来嘛是一种讲，讲咱就讲好事讲，其实是好事就是讲啊，好事讲，用安尼嘛来做一个台语，所以基本上语言是透烂的，是互相。有输出，互相有震动，互相影响，来制造一个新的事物安尼。对，其实咱就是咱生活当中接应嘛，讲久了就甲这个事给扣入来用。既然安尼，我想要过来请教的马拉布上，就是讲，在日语内面啊，到是什么事是用台语除了练武以外？其实我这点我嘛是感觉足趣味的，大家拢。常常讨论台语内底日语的事，不过其实日语内底嘛是足多台语内的事。比如讲大多讲的这个练武，过来有这个米粉，对台湾人足介意食的这个米粉，日语叫做米粉，嘛是差不多同款的音。过来就是因为我感觉台湾的这个自然的这个生态较丰富，所以足多动物的名是为台语来的。比如讲这个有一种鸟仔。叫做贝塔科嘎，贝塔科对对，贝塔科嘎，日语叫做贝塔狗，对，差不多是同款的音，而且差不多是100年前，迄个时阵有足流行的这个一条歌，一条囡仔歌叫做贝塔狗，嘛是为这个台湾的这个贝塔科嘎来的，对。另外，这个乌秋嘛是同款，乌秋的这个日语的名是乌秋，是差不多同款。另外一种的咧就是东北山牛。对，东北山牛的这个日语叫做ヤマ娘，虽然发音是完全不同款，不过这个ヤマ娘这个汉字是山牛，嘛是为台语来的。原来是安尼。其实我安尼想要过来试说请教一个问题吼，就是讲你进前做这外交的工作嘛，就是讲你对应的遐个国家其中应该有一个是台湾嘛吼。通常啊，真侪外国人，比如讲以外交人员吼，对应迄个国家，拢会去学伊迄个国家。主要的语言，比如讲，其实进前啦，就是讲咱咧国家语言发展法还未甲所有母语拢列做是国家语言进前。其实台湾上界主要迄个语言应该是华语，为什么你应该是本地先学华语？老板你为什么想要学台语啊？对，我做工课时阵，迄个时阵主要的语言是华语，无毋对。来台湾的时阵，其实常常拢用这个华语来做工课。不过，迄个时阵，因为是这个外交的这个工课，有当时嘛是会使甲这个台湾的这种民族运动家的这个先派们去边。其实迄种的时阵啊，这个我有当时啊，调工用这个华语，调工用这个台语的时阵，你的反应是完全不同款。迄个时阵，我嘛是慢慢开始了解到台语这个语言，唔单是一个语言尔，伊嘛是种这个认同的这个。意思，对认同的意思伫内底，所以
作为这个外交官，一定爱有这个台语，迄个是算有这种的这个感受。对。啊，既然就是你来学这台语啊，你有这个认同感吼，想要请教金泉老师，就是讲你教的学生，因为我知影讲你教台语应该有是20多年啦吼，也等于讲是教台语的经验非常丰富。不过伫咧教台湾人讲台语，教外国人讲台语，这有啥物款无共款呢？是不是讲连咱台湾人伫咧学台语的时阵，那亲像外国人伫咧学台语共款呢？对，你讲到足大的重点。其实，伫咱台湾，咱台语伫咱台湾人内底，其实伫足长的时间，就是像外国人，所以我咧教嘛是像咱在教外国人，拢差不多拢共款，就是拢对上基础来教，啊，甚至迄个啥，咱台湾人。学嘛无拄会学搁较好哦。虽然咱有较好的环境，但是咱的认同也无够。即外国人为什么因会想要学？因有要学，就是因为因感觉迄个需要，因感觉对这个物件有尊重，因主动要学习。所以咱即摆伫咱的街路，咱会看到足侪外国人讲真好、真标准的台湾话。像咱的台湾人，抑阁爱拍拼。啊，那外国人就是讲你解说解袂，无法度解说讲袂通时，阿要安那？所以基本上来台湾的外国人，伊基本上小可会晓讲华语啦。啊，我的教学经验是拢总，不管伊要讲华语，不要讲，我拢一概拢用台语讲。就是不要听，但是我甲因讲，你不要听，我会去讲一摆，我会去讲一摆。你会当看我的迄个，我的身躯的迄个表情的迄个表情，你会当慢慢来去了解。对，因为老师其实你讲到专台语这部分，就是讲学习的过程，如果讲迄个语言的环境有建立起来，其实伊学习是上紧的。是，所以咱建立迄个语言的环境，不管是教外国人教出来，拢是要用台语教，用台语去解说。我捌看过一个 YouTuber 吼，伊就是讲。3个日本人伊来代表讲因台湾吼学的迄个中文华语啦吼，讲有偌进步，伊就是去买迄个珍珠奶茶，就比如讲哦，我知影讲哦，我要大杯细杯吼，另外一个比佫较厉害，就知影讲哦，我知影半糖少冰。第三伊个知影讲，唔若要半糖少冰，伊要佫混珠吼，啊，所以讲迄其实迄是语言一种练习的过程。我想要请教马拉布上就是讲，你踮咧台湾是甲上练这个台语，啊，这之间有啥物发生较笑亏的代志无？其实就是我感觉这个台语这个语言啊，有当时啊这个真歹学啊，就坦白讲，特别是对日本人来讲啊，因为这个发音是足歹了解，足歹这个掌握啊，有这种的这个感觉。所以一开始我拄开始学台语的时阵，我嘛常常有这个互咱笑、互咱误会这种的这个情形。比如讲，我拄开始的时阵常常讲。想要讲这个，我是日本人，不过我讲出来的这个话是，我是日本人，这意思完全不共款。我是日本人，对不？另外就是讲，我因为是足介意去旅行、旅游，嘛是常常台湾的这个足些所在，看到这种的看板，特别是被这个 online 的这个所在的 truck 的迄边，就是有这个看板，讲着写着这个自杀甲他杀，对。一开始我看到的时阵足惊。是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自杀甲他杀到底发生什么款的这个事件等等？不过后来慢慢的发现讲，迄嘛是为台语来的，就是讲台语的台online，这个概念慢慢的变做这个华语的这个自杀甲他杀这种的这个写法。这嘛是我感觉学台语了后，慢慢的开始了解到的这个代志。咱常常听人讲吼，接做手袂钝，这台语接讲就会愈来愈练长。这马拉布上来到台湾了后，开始学台语、讲台语，究竟伊咧台湾的生活加入台语了后，会变做什么款的无共款的？咱小休困一下，较听继续来讲。讲到要学台语啊，其实咱即马社会真进步吼。学台语除了看公共电视台语台，看这是台湾看这个节目以外呢，也佫有其他的管道会当学到。其实学习的管道真多，所以观众朋友，若要学习台语，其实就是爱去正式爱去学习啦，毋是干那讲话的，讲话是普通时在讲，吼啊，语言毋是干那讲，也是听尔，是爱佫看摄到迄个写。加读，吼，这是听讲读写4项当中
会当识。对啦，因为其实老实讲哦，就是讲台湾人佮另外爱开时间去学台语，听起来其实有淡薄仔悲哀啦。我感觉迄是一种悲哀啦。不离个吼，咱爱有一个语言的意识，甲伊捡倒转来，所以听写、读写吼，拢拢爱甲伊，拢爱听讲、读写，拢爱甲伊捡倒转来。既然来到台湾，我拄仔讲到有个 YouTuber 伊想要进步伊迄个华语能力，啊，像你是安怎来进步你的台语能力？你甲人平常时甲上练习吧？对，其实因为我即马住伫台北啊，所以我的即个一般的即个生活中间，无机会讲台语。当袂讲是安尼，因为是我的太太，嘛袂晓讲台语。哦，你太太是台北人？是台北人。啊，所以你台北人袂晓讲台语？无一定是安尼，不过伊的即个环境，伊的环境，对，你袂当讲台北人袂晓讲台语，对，要变变啊！对，有当时即个台北人会讲个真好。不过我的太太因为应该会使讲是即个。即个伊的即个厝的即个环境啊，伊唔是即个台语人，所以讲我即摆的即个生活中间是无机会讲台语。一开始我可能是即摆的即个少年人感觉，有当时啊，因为是安尼，所以即种即个情形啊，慢慢啊变做家己无去讲台语的理由，就借口啦，对。不过慢慢啊发现讲，安尼是袂使啦，一定爱去家己去吹。机会讲台语，后来慢慢的发现讲，伫咧台北，虽然讲伫咧台北，嘛是有足多人会晓讲台语啊。比如讲，我即摆的即个剃头的师傅，伊是云林人，伊非常教讲，即个伊的台语是非常的好，非常的练动。所以每一届我去迄边即个剃头路的时阵，专程拢讲台语。这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的即个机会，嘛是会使了解无共所在的即个台语。对。安尼我搁顺道请教一个问题啊，你平常时咧厝的时候，你甲恁太太讲台语无？伊敢会感觉讲，你既然阮翁拢伫咧讲台语啊，我应该嘛是加减讲一寡，就是讲伊讲话迄个语言比例小可调整，敢会？有一次啦，娘娘，不过我常常即个甲我的即个囡仔讲台语，因为是我感觉，因为我的太太嘛袂晓讲台语，若是我嘛袂晓讲台语，迄个时阵，阮家的囡仔嘛是袂晓讲台语，安尼是足可惜的代志，因为是台湾，我感觉我上界欣赏的台湾的文化就是台湾的多元的文化，所以我的囡仔，我希望讲以后伊嘛是会使。小可了解台湾的这个多元的文化，当然这个语言是其中上界重要的这个一部分，所以我嘛是希望讲是透过我的这个囡仔嘛是淡薄啊了解台湾的这个多元的文化，对哦。最后是不是爱去学台语是伊家己嘛是会使决定，不过作为爸母，我想要互伊这个选择，互伊了解台语这个语言的重要性。对，因为你拄仔讲到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一个文化多元的部分啦。你讲到一个外国人，像你一讲台语，我就知影讲啊，你唔是台湾人。若是讲你甲迄个人讲，你是日本来的，讲哇，你台语讲啊遮好哦，你若听到这句话，你心肝你有啥款感想？我感觉嘛是真欢喜啊，对啊，而且有当时啊，比如讲我去夜市啊，有当时啊，互我一寡 service， 嘛是这个学台语是小可真好的这个所在，嘛是大多嘛是我嘛是讲过，就是讲有当时啊，讲台语是一种尊敬，对台湾这个土地的尊敬，所以特别是甲这个民族运动家迄种这个我足敬佩的这个台湾的人，讲话的时阵讲台语是一种的这个尊敬，所以我嘛是学台语了后，一定爱甲这种先派们讲台语，我感觉安尼是真好。咱若是讲一般初级的。台语若无啥会晓时阵，伊会当为什么款的程度开始学？比如讲较文字化，比如讲为拼音开始。对发音，对拼音开始。不管安怎，拢爱对拼音开始。虽然真好讲台湾话，嘛是爱对拼音开始，因为伊读写有困难，所以拢会对拼音开始。通过拼音的教学，互伊的发音会标准。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课题，所以。逐班拢有教，一定会教。逐看伊的程度，慢慢会一定加深。语言的部分以外，就会加入文化，有艺术。所以我咧讲，我伫社区大学所开的台语课，是唔拿教拼音尔，唔拿教讲话尔，是去教因
用台湾这个真要紧的文化、历史、地理这音乐性这物件，拢总通过台语的教学，甲这传授出去。咱台语咱一般好讲的就是七声八调嘛。也通常啊，这学生啊，因发音发上袂标准的是打几个？受到华语真大的影响。迄个啥，迄个歌啦，迄个录音发袂好势。个歌发袂好势，佮甲气声话嘛袂好势，捏袂准，捏袂准，就是安尼。比如讲囡仔，伊就讲囡仔，迄个歌的音，佮另外一个台语的特色音，迄个合顿音，有关系，迄个受迄个华语无的，互因的迄个啥影响真大，所以大家都即个都拢总袂好势，合顿拢袂好势，对不对？甘蓝。了解这物件，合喙的部分，个入声咧，入声共款，分袂清楚。入声有关是共款，入声这个长音，这个有关是真多，拢总袂好势。入声啦，讲入声就搁刷入去，这个含迄个啥，迄个南北的迄个腔口的迄个，所以入声有关是一个学习的是较爱注意，较爱用淡薄心去练习的一个物件。就比如讲闪闪死，火熄去的熄，有啥物熄水的熄，个熄，对水的个对不对？这物件，对，真正，因为我真就是甲迄个歌戏社学弟学妹啊，咧教因读迄剧本的时阵哦，迄个歌啦发袂出来啦，无嘛发袂出来啦，其实老实讲。足困扰的，但是迄嘛是需要久长的时间来甲因拖啦。所以伫教学的经验里底，像我教学生，你若做细汉的，迄个愈细汉的教愈好，伊就真好势，因就无去受到迄个污染啦，就真好势。歌啦、无啦、波啦、坡啦，伊就发得较真好势。那日本人伊迄个伊气声都有困难咯，像讲科甲歌迄度有发得点了再有。有一撮困难，个歌，迄种有种困难。对。拄则金川老师讲到这个问题啊，你在学台语的过程当中，你要安怎来解决啊？其实对我感觉上介重要、上介要紧的，就是就这个上课这部分，因为是除了这个日常生活所学到的这个台语之外，也是爱去为这个学术的角度来去学台语，嘛是非常的要紧。所以上课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另外一方面，我会使讲是甲别人无共款的这个学习的方法，就是我足介意看台湾的选举。对，所以我常常去看台湾的选举，因为是我较早是学政治的，所以对台湾的政治非常的有兴趣。所以每一届去看台湾选举的时阵，除了了解台湾政治的状况。之外，嘛是会使听到足正港的台语，这嘛是我感觉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环境啊。而且伫咧选举的过程中间，足些候选人，特别是中南部的这个候选人，伊全程拢讲台语，而且是伊讲的这个话是足深的话，所以我常常听到这个台湾人讲，台语是生活化的这个语言，唔是这个讲讨论较深的话题这个。意见，我感觉每一届听到这种的话的时阵，足奇怪，因为是伫咧选举的时阵，大家讲足深的这个话题，所以台语真正是会使讲到足深的这个话题，我的感觉是安尼。对。所以其实事实上啊，我之前有伫咧未来的这个台语台之前，其实我伫外口嘛是有开台语课。其实迄个台语课是上主要就是应用为主，所以来的有可能有是医生、有护士、律师。甚至是做服务业的，甚至有款做进出口的迄款生意人大头家，所以因拢是认为讲，其实台语其实有因的需要吼。所以其实事实上，咱的台语啊，伊唔那会当日常生活讨论以外，其实会当报新闻、讲政治、谈情说爱拢会使。所以台语绝对唔是讲摕来烧嘛，一种语言哦。也讲到这台语内面有真侪咩咩角角。要安怎来学会较水快？咱先休困一下，较听继续来讲。台湾人会晓讲台语无稀奇，
不过外国人讲台语就真罕见。外国人讲台语，捌听过，但是调调。我有听过外国人讲台语，我有听过外国人讲台语啊，觉得很厉害，因为我自己学英文就学得非常困难，发音很不标准，就因为口音的关系，所以听起来怪怪，但是很可爱。他们是 ABC 嘛，不一定发得了我们这个音。如果在南部生活的话，那些阿公阿嬷就会讲得很快，然后他们可能反应就没办法反应过来。听到外国人讲台语的时阵，我会感觉讲哇，伊足高音呢。台语不是干那用嘴讲的语言，嘛会当写出文字。亲像这寡汉字，就是即马要开始实践的台文。若是袂晓，可能就落伍啊。一双低的低。明仔载，明天。好，明天。打折。了不着。拍者，打折。这里我无看有哦。洗手啊。洗手，太难了，太难了。应该是。啊，这边那念台语我袂晓了。要是这样写哦。哦。我不知道。这寡台文字连台湾人都无一定会知影意思，那呢要学台语的外国人，敢会看有咧？他读啊，刚才。是你的，那我还是蛮厉害的。讲到学台语这部分啊，拄只金川老师有讲到吼，其实台语有迄个罗马拼音，挺好学，互你的台语发音搁较正吼，搁较完整。要请教老师，就是讲你伫咧教台语的时阵啊，除了这教这拼音以外，嘛有这个台湾台语字，你嘛有顺续教。所以就其实真侪迄个学生吼，也是伫学这个台语字的时阵，因当着上介大问题是啥？因为含因的华语的思维去想因的这个台语字，所以因就写唔对，感觉真戆呀。感觉讲哪会安尼吼？但是这个物件，我就拢甲伊讲，你伫学台语的时，请你就用台语的思维去想，甲华语相更边啊，吼。所以虽然是这字，但是这是台语吼。用台语有台语的字，吼，咱甲小可调一下，所以甲这无共款的、无习惯的，甲列出来，甲这学会晓，安就无问题。第二个迄个拼音，就是有迄个教学罗马字甲迄个教育部的闽南语台语罗马字嘛。我的教法是两项拢教，因为我的坚持就是讲，这个台湾罗马字就是台罗，其实就是对教会罗马字，这双教书200。所以，我毋茫会当两项拢总互因，会当去学习到，会当看到以前有真侪迄个史料，真侪资料会当看。所以我学生是拢两项拢会晓，真简单，无问题。对，因为像老师你对我讲到就是讲吼，就是咱真侪人是用华语的思考方式伫咧写台语嘛，所以比如讲用那个走。走这字吼，华语的走这字，其实台语是写是走，所以伊是用走的迄个意思嘛。而且用走的意思的时阵，那是以华语个写做跑步的迄个跑吼。所以其实是意思是足大的差别啦。所以我自深开始我学台语的时阵，嘛有当着这款的问题。其实咱们台语字这部分啊，其实有真侪字，就是有。推荐用字，甲就是一般就是混用的迄款字吼，就是讲，为什么会出现这款的情形？这就是有的，因为腔口发音无共款，所以有的坚持都无共款，所以地教对无共款的流派吼，伊所坚持爱用迄个字才对，有包括是汉二的一部分的吼，因的有这种坚持，所以这就是有若教育部即阵。这个 team 内底吼，真感觉真困扰，也真受攻击的一个部分啦。对啦，当然啦，其实我家己逐工吼，伫咧处理这新闻这个部分哦，其实嘛是有一个真深的感受啦，就是讲哦，面对着台语这个推广的这个问题吼，我是一个想法，就是讲吼，喜爱大病正人看吼，但无基本法就是讲，咱先甲伊推撒出去，吼，互伊讲做一个普遍语言的时阵吼，当然啊，这字的部分啊，咱会当先列出来，爱当列一寡互参考的部分。所以我认为讲，就是这教育部这书典吼，这进展伤过慢啊啦吼，伊迄个内容是无法度应付到。像阮逐工咧需要
了台语的人，甚至讲有心要学台语的人吼。所以如果讲台语台，也是讲即摆的台语市场、台语效应走出头前的时阵，会当讲教育部真正爱检讨啊，因为恁上过慢啊，恁速度其实是慢。即摆的台语伫咧推广时阵，其实有一段的差距啊，一段的差别啦吼。也讲到即个家己学台语即个部分哦，就是马拉布上，听讲你还未找老师学台语之前。你有家己先学对无？对。听讲你有家己做笔记。对。我将看一下。今仔日有即个我较早的时阵的即个笔记，迄是我迄个时阵即个还未来台湾进前，即个家己学台语的时阵的即个笔记。因为迄个时阵嘛是无也未学即个正确的即个系统性的即个台语，所以讲我学袂写。我袂写，对，拢是罗马字，毋过即个罗马字毋是即个大家拢熟悉的即个罗马字，我家己学袂写，我家己发明的即个罗马字，所以一开始我是安尼学台语，毋过后来发现讲，这是真正是无啥物较好的效果，因为是每一届听到无共款的即个词的时阵，我的写法拢无共款，对，所以完全无即个系统性的感觉，所以后来上老师的课了后，我发现讲一定爱有即个罗马字，对罗马字是非常的重要。正确的即个罗马字，系统性的即个学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后来我的即个笔记是有即个淡薄仔即个改善，就是讲完全用即个即马大多老师讲的即个教育部的即个罗马字的即个系统。学了即个罗马字了后，真正是即个。进步较紧，我感觉是安尼，因为是每一届对着共款的词的时阵，我知影伊的即个发音是啥物，对，甲即个较早的时阵的学法是完全不共款，对。其实老实讲，伊即款学的方法真正是使人感动的。伊像讲，伊等于讲伊还未进入讲咱即马普遍的款台语教育的时阵，伊家己本身有些意识，有些想法，想要把这语言学了较好势。其实这是真侪台湾人做袂到的所在。对。所以学迄就是类似，咱你较早的时，当在写遐歌册啥迄个啥迄种歌戏遐，大家用照音的，对，就是这种型啊。照音就是变做你照的我照的无共款，所以就是真比较即马即个咧抄这物件。对。毋过我相信吼，这是一个真珍贵的学习的经验吼，你人生一个上界重要一个记忆啦。既然吼你学台语，你学偌久啊？差不多2档啊。哦，对，2档啊，遮厉害啊！真正安尼既然安尼吼，其实阮今仔日有准备吼，拄则迄个 VCR 问遮过路人，遮个手帮要甲你考啦。我相信吼，你学2年吼，台语讲到遮厉害，遮个帮啊对你来讲，只不过是一个细修啊，对吧？就是细修啊，而且细修啊是啥物意思？就是我足介意食的即个。点心点心就是咱讲的零食对，零食的意思，细修啊，来，再来，这个是啥物？这是甲一记是共款的滴，就是六啊，筷子的意思，对，牙刀的刀，对。来，再来，这张是清气，清气就是干净的意思，就清气，对，清气淡淡的清气，好来，腰就是即摆我的即个总共啊，8多腰，即摆腰，这种人有听伊即摆叫腰的，好来吼，咱做人唔通食饱换腰的腰吼，来食饱换腰的腰，好来，再来这是啥？兔头鸡，对，兔头鸡，乌头鸡的意思，兔起来迄个兔吼，来，再来，这是这是较简单，大肚啊，头肚啊，对，大肚啊，头肚啊，好来，有无？加。就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加好来，赶快，无啊，这太简单，对你来讲太简单。我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吼，就是讲这台语字，自深开始伫咧学的时阵吼，因为你先学华语，再学台语，你敢会起来这个台语字就是母一个乱去啊？你要安怎去改区别？有当时啊，就是我感觉足混乱。确实有一种的这个感觉，不过上界重要的是比如讲看这个公司台语台的节目，就互咱慢慢啊这个惯习，这个台语的这个汉字的台文，我感觉这个惯习的过程是非常的重要。无可能是因为是
大家拢看到的，拢是这个华语的，迄种的这个汉字，安尼可能是无法度家己内底建立这个台本的这个逻辑，所以我感觉大家拢看这个台语台是非常重要的。对啊，所以我今仔日唔是请你来，是特别甲我们做宣传的，唔是啦吼，我们是因为你要来做宣传，特别安排你来上节目啊。所以其实事实上吼，咱即摆爱有一个思维，一个思考吼，就是讲吼，其实讲台语当时行，所以无定即摆真侪迄个看板顶头吼，伊写的无一定是华语啊，有当无的确，伊事实上伊是写台语哦，吼，是啊，好，来啊，既然安尼要继续甲你考啊哦，其实咱们台湾啊，有真侪技术是使用即个日语的，吼，后尾来甲你考看卖讲吼，这个词伫咧日本是啥物意思？啊，伫咧台湾是台语内面，佫是啥物款的意思咧？好，咱请金泉老师来甲你考一下吼。这是无茶，哦，即马是无茶啊，无茶对。啊，日语是啥物意思？日语是木茶，木茶是波多利，波多利，我别来，无力的意思。对。啊，这个咧，结束，收煞的意思，台语是收煞的意思，对不？日语是团结的意思，团结，对，结束，完全不共款的意思，团结啊，对，团结，对。这个咧，迄是大丈夫，迄是台语的这个男子汉的意思，对不？伫咧日语是大丈夫，就是无问题，对，不要紧的这个意思，对。是无共款的意思，对。来。台语是冰层的意思，不过伫咧日本是头卡的意思，对，油卡，跟日语叫做油卡，对，头卡的意思，不共款。哦，这个真趣味哦。对，新妇，台语是新妇，就是家己的囡仔这个太太的意思，后生的这个意思，对。不过伫咧日语是这个新娘。就大多啊，这都结婚的这个查某囡仔，对，女性的意思。好，这个咧，勉强就是日语叫做勉强，就是学习。不过这个学习内底，大多有这个台语的勉強的意思，就是互人这个強迫來去學習，所以基本上都是媽媽這個強迫，互你讀書。这个情形叫做勉強，伫咧日本是安尼，所以有淡薄有这个勉強的意思，对。这个咧，这个掛，这是这个台语是陪伴掛对的意思，对。不是我创的，你莫怪我。啊，对。伫咧日语是这个雕像，雕像。客家，对，完全不共款，客家对，完全不共款意思，对。呀，安尼马纳布上你来到台湾这段时间啊，听讲就是你有一个想法，就是你想要到台湾的每一角市去看卖，为什么你有这款的想法呢？其实我感觉大多我嘛是讲过台湾，我最介意的所在就是台湾的多元的文化这点，所以每一个所在。台湾的这个乡镇市区，每一个所在拢有不共款的这个文化，或者是不共款的这个历史，不共款的族群的这个历史，所以去到不共款的所在时阵，也是会使感受到迄个时代、迄个所在的这个历史，这个所在的族群是为倒位来的，因为这个甲这个原住民族的这个关系是安怎，每一个所在拢无共款的这个寺庙啊，这个教会啊，拢无共款的这个历史性的所在，所以我足介意去每一个所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讲，我较早的时阵伫咧台湾做工课的时阵，因为是爱去交流，甲足些台湾朋友这个熟悉，每一届熟悉的时阵，新朋友这个。熟悉的时阵，若是我会当了解对方的这个故乡的时阵，这是足好的这个话题。对，比如讲啊，你的这个故乡的什么物件，哇，足好食，这是足好的这个开始。对，所以这嘛是我迄个时阵交流的，我家己的这个方法。呀，头拄则伊讲到想要去到台湾真侪所在看无共款的风景，毋过咱定定听人伫咧讲，台湾上水的风景就是人，对一个外国人来讲，敢真正是安尼呢？咱小休困一下，脚顶继续来讲。
讲到这个马拉布桑来到台湾啊，一定会跟咱台湾人互动小酒问嘛。咱台湾人拢当着拢会讲什么食饱未吼？啊，安尼日语通常是讲啥物？那是较正式的话，可能讲这个おはよう、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不过即摆少年人可能无遐尼啊正式，可能讲这个お疲れ様です，这辛苦了。对，这嘛是这个挨拶的这个新的方式。对，所以敢若是一个日本嘛是有当时是较无正式的时阵是安尼较随性，对，这种的这个感觉。现在咱台湾人会讲食饱未？因为咱台湾较早的时，民生吼无遐尼丰富的时阵，三顿要食一顿饱吼是无遐尼简单，所以食饱真做是人迄个日常内底真要紧的一个代志。所以拄着是就先迄个小姐问就是讲食饱未？用安尼来做开始安尼啦。讲到马拉布桑，你来到台湾这段时间啊，你一定吼台湾满街咯吼，其实真侪拢是款日本元素的物件吼，甚至有真侪伊是强调讲，伊是日本的做法吼，正港日本做法，日本料理吼，日本式的料理。啊，你来到台湾后，你是安怎看待这个店家甲这个看板啊？我感觉台湾人，或者是台湾文化，足够改良，即本地是日本的这个物件。即马是慢慢的变做台湾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讲，我足介意食台湾的这个寿司，台湾式的这个寿司。我较早伫咧日本的时阵，无食过这个寿司。不过这个寿司内底，即手卷的这个寿司，不过这个寿司内底无比是这个高丽菜。对，这种的这个寿司，我伫咧日本是无看过。不过伫咧台湾，我上介意就是这款的。所以我感觉台湾式的这个寿司真好食。对，另外一方面，我感觉台湾的这个米寿汤嘛是足好食的，因为是这个感觉嘛是甲日本的这个感觉是小可不共款。台湾是较低，较低对，所以讲嘛是我足介意这个台湾式的这个米寿汤。另外一方面，可能是会使讲是这个台湾的这个便当。便当本地是为日本来的这个概念，不过即马这个台湾这个便当非常的好食，好食到互咱日本人嘛是开始就介意这个台湾式的这个便当，所以伫咧日本的这个足些所在嘛是会使买到这个台地的便当，台铁的这个。便当对，就是安尼对，所以对台湾式诶对。虽然是日本料理，但是已经掺入台湾味，所以其实台湾甲日本伫这个互相这个文化互相的输入输出的这个内底，其实拢有真大互相影响，所以这是真一个现象。老师，你都讲到迄个因的食物内面有掺台湾味，老师你记几个啊是什么款的物件无？你是像即摆日本的拉面啦，拉面咱台湾人去伫日本的时，伊迄拉面的有掺迄个啥，迄个肉肉色，肉色饭，肉色的，啊，就一碗开就是真正是含咱伫台湾咧食的日本的拉面安尼简单的尔吼。是无共款的哦，所以日本人伊嘛即摆吼真爱。搁爱上介重要就是咱台湾的名产，就是珍珠奶茶。对，所以其实去到日本啊，就是嘛是变成是真侪人爱介意啊，真侪排队的人啊。所以你迄阵啊，亲来到台湾的时阵，你敢有特别去买迄个珍珠奶茶来食？当然啊，足侪外国人足介意啉这个珍珠奶茶，对啊。对。台湾啊，当然这个部分嘛是真正有迄个外国媒体讲吼，台湾就是迄个过路人的地方，就是讲台湾的交通足恐怖的，就是讲吼，这我先家己承认啦，就是我大概吼伫咧赛车的时阵吼，是我 EQ 上介低的时阵啦吼。当然这是无法度，这是需要改进的。当然啊，如果讲吼，你就是来到台湾这块土地，你已经生活遮久，你嘛娶一部日本台湾太太，你嘛有伫遮有一个查某囝是，有一个查某囝对无吼？当然啊，你踮咧台湾这块土地，你表示讲其实对这块土地嘛有某一种程度的喜爱，你才愿意留落来嘛。如果讲你要小解互你的日本朋友吼，来到台湾这个所在爱注意的，还是讲爱特别爱求啥？爱注意除了就是过车路爱较注意的，唔通去讲哦，你是外国人跳遐
大片期以外呢，其他你有较推荐因的无？对，我感觉那拄啊恁讲的这个交通的问题，当然这个日本的这个游客来台湾了后，一定爱注意。不过除了这种的这个方便的代志之外，我感觉因为我足欣赏台湾的这个多元的文化，所以我希望讲，和国家这这个日本人熟悉明白这个台湾的多元文化，因为这点是对日本来说嘛是足重要的这个文化的这个背景，因为是日本嘛是面对着这个国际化的这个趋势，所以愈来愈这个日本人爱面对着外国人，安怎来去对待这种外国人较好？这是我感觉日本人嘛是会使向台湾人学的这个所在，因为台湾这个遐尼济的这个不同款的族群，慢慢啊开始这个融合，有这种的这个历史性的这个规定，所以这个规定呢，就我感觉是后来日本人这个国家这个明白，迄个时阵，和阮的这个日本嘛是变得较好，所以迄阵啊，我伫咧这个代表处做工课的时阵，阮有这个杂志，嘛是我常常去访问。比如讲，这个客家委员会的人，或者是这个原住民委员会的人，或者是迄个时阵嘛是有这个新住民，出身的这个立委，这个林立场，委员等等，这种这个不共款的背景的人，不过伫咧台湾这个土地顶端是非常的这个活泼的这种这个不共文化背景的人，常常去访问，嘛是。迄个目的嘛是互足济日本人了解到台湾不共款的这个文化的背景。有这个不共文化背景了后，才会当有即卖足丰富的这个台湾文化，这点对。对。当然啦，多谢你对台湾的肯定啦。当然，咱台湾人家己本身也着爱加油啦。咱问题讲到倒来讲吼，这学台语的这部分，我们来请教就是金山老师吼。真侪人都认为讲啊，我看迄连续剧就当学台语啊，看迄个布袋戏就当学台语啊。敢真除了看公共电视台语台以外啦。敢真正讲看连续剧、看布袋戏，就真正学到台语。当然会当学一寡听啦吼。总是若要正经要学台语，要对迄个所在来，是要学好端点好势，是无拄会当，迄是会当加分的尔。你若要学习，永远就是爱对基础开始学习，因为咱的台语伫咱台湾这个所在，其实嘛是像一个外语言啦。因为大家拢无。自细汉拢无学嘛，干那听，即摆真侪人讲伊晓讲台语，其实你若听讲出来台语是拢讲无好势，讲了唔对，所有台湾人，我呼吁拢爱来借着这个机会，爱好好来甲台语，甲有这个语言意识，甲台语甲纠正，因为咱的台语已经失去太久啊。咱的阿公阿嬷咧讲话，咱已经拢放袂记起嚟，所以我甲这个会。也给你教台语啦，台语是咱的母语，我期待咱的听众、咱的民众会当大家拢总有这个台语意识。咱虽然学其他日语话，但是咱家己语言一定要学。所以我家己对我家己的要求就是讲，我是把这个传授台语、复振台语当作是一个使命的工作，所以我才得爱这样打拼。伫这个台语教学顶面，一直努力，一直行。当然非常感谢老师吼，为着这些台语付出遐尼济啦。当然啦，真侪人问我讲，来这公共电视台语台是为着啥？当然是为着台语。迄当时我记有一个台语老师，伊嘛是甲我讲吼，嘉禾，我希望你继续回来做台语的工课吼，所以我后来嘛是想真济，所以落尾再来到公共电视台语台。台语就亲像咱的生命同款，若阵甲你的生命牵绊做伙，敢是遐尼简单？要讲放弃就会当放弃咧。台语是咱的宝，若阵甲伊拍无去，是使人真烦恼。加在有真侪先辈伫甲咱斗帮助，咱的语言意识千万就唔通无，呼吁大家赶紧做伙来做。今日非常感谢两位来宾来到现场，甲咱讲较济，非常多谢，感谢感谢。来邀请到咱的观众朋友，后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来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嘉禾，咱再会。再会。